Nawajawai tu sa kajam-jaman na makajina na sulibat. Saka tu sa kajam-jaman aurita supui na kainwa samas imazai tua Yeremia sulatan. Imazai tua tapuru katu ita kayan imazai tua tapuru katu waro akaran pajuru sapuru katu tiro akaran. Amasanta imazai tua tapuru katu rusa 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n paju tapuru katu pijo akaran.耶利米书11章18节到23节，12章1节到17节。杀害耶利米的阴谋。上主把敌人阴谋杀害我的事告诉我，我像一只驯良的小羊被拉到屠宰场，却不晓得他们的阴谋。他们说，趁着这树茂盛的时候，把它砍掉。来吧，我们把它杀了，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于是我祷告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是公正的审判官，你鉴察人的心思意念。我把我的案情交在你手中，求你让我看见你替我伸冤。亚那图人要杀害我，他们威胁我，不准我继续宣扬上主的信息。如果我不听，他们就杀我。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我要惩罚他们，他们的年轻人要横尸沙场，他们的儿童要饿死街头。我已经选定时间，要使亚那图人灭亡，那时没有人能幸免。耶利米质问上主，上主啊，我向你申辩我的案情，每次都是你对，但我还是要问你，究竟什么是公正？为什么坏人事事顺利？为什么诡诈的人事事亨通？你栽种他们，他们就扎根，并且长大结实。他们嘴里常提起你，心里却没有你。但是上主啊，你认识我，你知道我的行为，知道我诚心爱你。求你拉走坏人，像拉羊进屠宰场，把他们关到宰杀的日子。他们的土地还要干旱多久呢？田野的草要枯干到几时呢？飞鸟走兽都死光了，因为我的同胞邪恶。他们说，上帝看不见我们的行为。上主说，耶利米啊，如果你跟人赛跑会疲倦，你怎么能跟马赛跑呢？如果你在空旷地方都站不稳，你怎能在约旦河边的丛林站得稳呢？你的兄弟亲人都背叛你，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你，即使他们甜言蜜语，你也不可信任他们。上主为他的子民忧伤。上主说，我抛弃了以色列，弃绝了我拣选的国，我把我所爱的子民交给敌人。我的选民背叛我，他们像森林中的狮子向我怒吼，因此我厌恶他们。我的选民像鸟儿被老鹰围攻，老鹰呼唤野兽来分享猎物。列国的统治者摧毁了我的葡萄园，他们践踏了我的田野，使我所爱的田野荒废。他们使田地成为旷野，我眼前一片凄凉，山河都荒废了，却没有人关心。毁灭者爬山越岭而来，我使战祸蔓延大地，没有人能安享太平。我子民种的是小麦，收的是荆棘，他们辛苦耕耘，却徒劳无功。我一发出烈怒，他们就没有收获。
上主对以色列邻国的许诺，上主这样说：至于那些邻国，因侵占了我赐给我子民以色列的土地，我要从本土把他们连根拔除，我要从他们中间把犹大抢救出来。但是我拔除了他们以后，要再怜悯他们，让他们回归故土。要是他们诚心接受我子民的信仰，指着我永生上主的名发誓，正像他们叫我子民指巴力的名发誓，他们就能跟我子民共存、共享繁荣。要是他们不听从我，我就把他们连根拔除，彻底消灭。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哀求开暖之麦。Satusu asina apura kai mazetua taprukatu lusa kayai mazetua lima karam。上主说：耶利米啊，如果你跟人赛跑会疲倦，你怎么能跟马赛跑呢？如果你在空旷地方都站不稳，你怎能在约旦河边的丛林站得稳呢？耶利米书12章5节。Satu zaman sini Pupatarwan 与马同跑。Megel kata Brigia ya。与马同跑。Kipakiamau kata Ligi namakaya Megel ya。面对国之将亡，耶利米悲愤地对上主提出尖锐的质问：上主啊，我向你申辩我的安琪，每次都是你对，但我还是要问你，究竟什么是公正？为什么坏人事事顺利？为什么诡诈的人事事亨通？耶利米书12章1节。即使耶利米是在抗议，因他虽承认上主的正确无误，但也表明即便如此，他仍要提出强烈的质疑。那些掳掠犹大的外族既然也同样犯罪，为何上主却使他们凡事顺利？这大家在问，其实也道尽自古以来人们的心声。因我们所处的世界仿佛失衡的天平，遭遇苦难的常是好人，坏人却常常作威作福，高枕无忧。对于耶利米的质疑，上主并没有反驳，却也没有给予答案，只是提醒耶利米将来的日子将更凶险，而他要具备更刚强的能力。毕德生在《与马同跑16堂耶利米书精读课》一书中，对这段经文有着精彩的诠释。神对耶利米说：生活并不好过，你是否遇到第一波反对就放弃了？当你发现生命不只是求三餐温饱和晚上一处卧踏实，你会退缩吗？当你发现世间男女追求自身舒适胜过为神的荣耀大胆冒险，你想躲回家吗？你要活得小心谨慎，还是勇气百倍？我希望你能尽情发挥生命，追求公义，迈向卓越。我很清楚，做世上的寄生虫很简单，追求平庸也很容易，比较容易，但不一定比较好，比较容易，但不会有意义，并且令人满足。我呼召你过一种有呼召超乎你能力所及的生活，并且保证你有足够力量完成一生的使命。如今一旦出现困难的征兆，你就准备想放弃。如果与这些加速同跑已然令你疲倦，那么当真正的竞赛开始，要与身经百战的骏马同跑时，
你又该怎么办呢？耶利米，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想和这群人缓步慢行，还是与马赛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最后上主宣告这些邻国将要被驱逐出境，但上主更关心耶利米的身心状态。上主接纳耶利米的怒气与质疑，并希望他能够靠主刚强，得以拥有与马同跑的力量，最终胜过作为先知职分所必须经历的熬炼。对基督徒来说，或许我们也会有生命枯竭的时刻，这时对上主有许多怨怼，但耶利米的见证给了我们亮光，那就是我们可以带着怀疑来到上主面前，不会遭责备，也不会被气解。纵然上主不总是给我们标准答案，但他顾念我们的需要，给我们的信实的应对。虽然未来充满未知的凶险，上主却要使我们刚强，他必永不缺席。Sinaya tu suaka zaman-zaman 与马同跑。Satu su aka zaman-zaman asini paki nemen间，对于这份信仰，我有哪些疑问，始终找不到答案。Sinaya tu suaka zaman-zaman arutaki galui na kinemen latina nagamalua kinemen ayakana pasamarau kainuli。上主，感谢你不排斥带着怀疑的我，总是接纳我。虽然你不总是给予标准答案，却总是与我同行。谢谢你让我在怀疑中更深刻的经历你的临在。奉主名求，阿们。Mali-mali tu choka jaman-jaman lama kaji na misa selang sumupu kilarai tamana sini pada dekat nuata cemas. Kisah mulai kijajaran. Kisah mulai talamu tuata cemas. Kisah mulai kiparain tamana sini pada dekat nuata cemas. Kumada na matay nuata sisarapai aure pati matay ang atin ata cemas. Cara papapichul ini cin cara pawencin taru shika makai na cha pupichul saka latinana penaulidan na ite auto cha cemas maya masuram amina cemas manarui makai cha shivaran gemau-gau tua ikacawa nanan mana manga tua cha shisrapai ijua cemas sarui lemakam ijua cemas sarui timia kita nuitim saka amina cemas manarui makai cha kakeilingan ayakana pasamarawa apa wapitsuri cha nuitim saka madi-mali latinana suliva tutsua cha ken adavan tacha 平安